好，我哋決賽嘅第2輪而家正式開始。咁再講一講啲規矩啦。咁就係表演時間方面，獨唱組嘅參加者嘅參賽歌曲係限時為2分鐘，而公開組嘅參賽歌曲限時為係3分鐘。如果參賽歌曲超出咗時限，工作人員係會立即暫停播放音樂，同埋參加者嘅演出亦都會立即停止嘅。同埋歌曲語言都係只限定於廣東話、普通話同英文。歌曲當中歌詞係唔可以帶有任何不良嘅字眼，包括歧視、色情、政治、暴力字眼等等嘅因素都係唔允許嘅。咁我哋第2輪嘅比賽而家正式開始，第1位嘅參加者係獨唱組嘅陳思穎 Deborah Chan， 咁佢唱嘅歌曲係鄧小巧嘅《神愛世人》，而家將個時間交俾佢。Testing。痛哭的你，痛哭的你，擁抱着痛苦的我，痛苦的我。悲傷的你，悲傷的你，感染着創傷的我，創傷的我。能像突然沒收，突然沒有。心沒了感受，似燈光一息關上了門口。聽說過神愛很多人，很可能數我亦有份。我倆卻活到這世人，這世人不知是個人。我悄悄問愛一生人，總可能。早注定餘生，雙眼內沒有神，凝望着你的男人。快樂有快樂那世俗裏的偏心，未來就未來吧，二人負擔。不管你，不管我在哪。聽說過神愛很多人，很可能。數我亦有份，你信你大概這世人慌了神，一切是廢神，我會信任你一生人，總可能早注定餘生，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Thank you。第2輪嘅第2位參加者係張耀希，咁佢演唱嘅歌曲係陳蕾嘅《當我迷失時聽着的歌》。Testing， 喂 testing。
父親不經意，白頭髮也斑斑。家中每一位都尚好嗎？我不敢致電你，生怕提及我的一切可會令你心掛，生怕説到聲線變沙啞，還未成功不敢説回家，要再打拼一下，同學們紛紛都已出嫁，現在留守這地努力往上爬，多少風雨洗刷，還可有力氣抵抗嗎？要記住回頭看現狀，會發現已過3關，爭了6掌，曾亦有灰色思緒在擴張，你卻是往日燦爛模樣，默默地為我在燃亮。如若迷失請緊記回家，迷路不再驚怕，前路難關都給我招架，又幸能得你護佑，做你親手栽種的花，若跌倒縱使滿身傷痕，沉淪在流沙，也得你的雙手引我回家，再都不怕。Thank you。咁第二輪嘅第3組參賽者係黃宇希，咁佢唱嘅歌係陳奕迅嘅《任我行》。
支嘢縮短啲，跟住下面推埋啲得㗎，係啦，嗰支打橫縮短啲，係啦，因為重啊嘛，扭實佢，跟住推埋啲，啱啦，得攞翻實佢啊，跟住支咪擰翻直俾。等陣先啦，等陣先，俾翻支咪聲佢先，冇咗咪聲。你開咪係咪啊？熄咗。試咗支咪先。細啲，係。喂，係呢次。天真得只有你，讓神仙魚歸天，要怪誰？以為留在原地不夠遨遊，就讓它沙灘裏戲水。那次得你冒險半夜上山，爭拗中隊友不想撐下去。那時其實嘗盡真正自由，但又感到無趣。不要緊，餐夜都有霧燈，頑童亦學乖，不敢太勇敢。世上有多少個繽紛樂園任你行？從何時你也學會不要離群？從何時發覺沒有同伴不行？從何時惋惜蝴蝶困於那桃源，飛多遠有誰會對它操心？曾迷途才怕將不襯滿街趕路人，無人理睬如何求生？頑童大了沒那麼品，可以聚腳於康莊旅途，然後同沐浴溫泉，為何在雨傘外獨行？Oh, yeah.親愛的，闖遍所有路燈，還是讓自己瘋一下要緊。馬路戲院商店天空海闊任你行。從何時開始忌諱空山無人？從何時開始怕遙望星塵？原來神仙魚橫渡大海會斷魂，聽不到世人愛聽的福音。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滿街趕路人，無人理睬如何求生？頑童大了沒那麼品，可以聚腳於康莊旅途，然後同沐浴溫泉，為何在雨傘外獨行？頑童大了別再追問，可以任我走，怎麼到頭來又隨着大隊走？人群是那麼像羊群。演唱時間已經結束啦。Thank you。第二輪嘅第4位參賽者係郭浩庭，佢演唱嘅歌曲係 Super Moment 嘅《最後晚餐》。Testing。
人無法走過每天，為求沒有帶着遺憾活到終點，就是你，讓感覺從此不再簡單平凡，到處也是彩色。只因歲月引誘你我的足跡，情從你邊，歷練了多少變遷，還記得當初的手臂，滿載了浪漫與歡喜。好比櫻花盛開日期，我會替你統統儲起，願你沒有牽掛遠飛。在地平線上也有我為你打氣，去吧。我會永遠珍惜你，直到下世紀。第二輪嘅最後一位演唱者係林嘉瑜，佢演唱嘅歌曲係余文文嘅《體面》。喂 testing。别堆积怀念，让绝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为了今天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何来亏欠？我敢给就敢是谁？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，离开也很纪念，才没辜负这些年，爱红了脸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人执念，毁掉了昨天，我爱过你，利落干脆。咁第二輪嘅演唱者已經演唱完畢㗎啦，咁我哋都休息10分鐘，會進行第三輪。